这个家己大埔今仔日翻点过12:17的时阵，发生瑞士规模6.4的地震，最大震度是6弱。家己官府讲，因为地震造成大埔部分的车路未通，影响通行甲安全，所以大埔乡今仔日是停止上班上课。也那台南的南西嘛，因为真家厝受损长，市长黄伟哲宣布今仔日嘛是停班停课。自嘉义6.4强烈地震了，台南自0:21开始，1点钟内连续发生16遍地震尾，震央拢集中伫咧南华、南西两区，也因为地震尾一直摇，台南市南西区团公有病体倒来，报告在警消甲人救出，其中一个拄满月幼婴。我们破门了，来，可以出来了，还有办法走吗？来，进门出来了，小心，有那个小朋友几岁？1岁哈。台南药市一栋63楼的公寓，1楼的铁花害甲真严重，规栋26户的民众拢已经出来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到现场会勘，有大户想要入去内面摕物件，因过惊危险，无予因入去。公所要安排民众到药市各中休困。我就伫眠床顶摔落啊！你摔啊？我这嘛正个啊！我直接跪落啊！台南市药市第3线德惠亚桥出现壁损。桥面有变形破裂的情形，南北边悬架差有5到10公分。台南市长黄伟哲透早到南西区慰问灾民，也去附近其他地区顺势受灾情形。主要面临的问题是，因为余震不断，所以灾民他不愿意进收容中心，也不愿意进自己的屋子里面。那在半夜，尤其是在冬天，因为南西区灾情严重，民众爱时间整理，黄伟哲决定南西区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1天。地震引起的啦，哈。对，地震引起的。到地震完的时候，又有闻到味道臭臭的。嘉义市实现罗四段一间印刷厂，伫地震了2楼甲3楼的铁皮仓库导火，相对正紧就甲火拍花，炭烧面积差不多30平方公尺，无人伤亡。印刷工厂后方铁皮搭建的仓储啊，有火警的现象。那从2楼跟3楼啊都有燃烧的情形哦。据目前了解，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。嘉义县大埔乡真侪民体厝外壁太路拢落来，卖场内面的物件也甲规涂骹。嘉义县政府公告，大埔乡因为地震造成路海期无法度过，区域内面无水无电，影响上班上课的安全，所以大埔乡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